今日咧係我哋嘅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嘅重頭戲啊！我哋可以將全球嘅視野咧聚焦喺香港啊！我哋既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著名講者啊，亦都有唔同嘅傳媒聚集喺香港啊！呢個可以更加彰顯香港作為人才高地嘅重要性啊！另外咧，我哋都會繼續積極啦，同尤其是大灣區嘅兄弟城市啦，會努力一齊咧，可以話係聯手一齊咧合作，可以既為香港可以揾到適合嘅人才咧，亦都可以咧更好咁樣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大家都見得到嘅，喺經過3年幾嘅努力咧，香港吸引嘅人才咧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喺我哋各項唔同嘅人才嘅計劃當中咧，約莫有1/4咧，佢哋嘅持有護照咧係嚟自海外嘅。咁所以都相當多個海外人才咧係選擇以香港為佢哋嘅發展嘅基地。呢個係實實在在咧就彰顯咗香港作為人才高地嘅重要性同埋吸引力嘅。